有一個人去髮型屋剪頭髮，剪髮期間呢個人同髮型師討論到上帝究竟存唔存在？如果上帝存在嘅話，點解會有咁多不幸嘅事情發生呢？於是個髮型師叫佢行出街睇下，有冇發現有啲人嘅頭髮又長又污糟呢？於是呢個人真係見到有啲人嘅頭髮又長又污糟喎。於是個髮型師就話啦：呢個世界一定冇髮型師啦！如果唔係，點解仲會有啲人嘅頭髮又長又污糟呢？於是呢個人就立即話：咦，你唔係髮型師咩？於是髮型師就回應剛才嘅問題，就咁樣講到上帝其實係存在嘅，問題就係我哋願唔願意去尋找佢呢？喺馬太福音7章7節，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如果我哋願意真心尋求佢嘅話，上帝必定讓我哋揾到佢㗎。呢個係靈修1分鐘，我哋聽日再見。